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报喜来的，我是吴依勇。今天几多人讲吼，看书的人过像因论因少的，书店呢因论一难做的，几多连锁的大型的书店没那唔好哦。不过呢，在安尼的时期呢，才有一间间的独立书店面开，大家和各有各的风格和多角化经营都蛮要好哦。我哋今日呢都會邀請屯老公向下回到老公嘅故鄉開獨立書店嘅彭巧儀，巧儀好。大家好，我係彭巧儀。今本當歡喜來到兩篇新聞台一家。歡迎巧儀來哦。當然首先你嘅新聞，你會按家嘛，你會想講愛回到家鄉開獨立書店。我哈法講。我馬該順，那種建議。我們一開始其實是我跟我先生孝行都是念高師大的客家文化研究所，然後快畢業的時候，我們就在想說，可以做些什麼。然後我們還蠻清楚自己的個性，其實並不是那麼適合就是走，因為其實大家想到念文化類，可能就是比較直覺會想到說，那可能是可以走客家行政，或者是就是繼續留在學界，就是走學術這一條。那我們還蠻清楚知道自己的個性可能沒那麼適合就是走公務員或者是走行政這一塊。然後學術的話，我們自知自己的能力還沒有到那個程度。那可是如果要繼續就學的話，可能就是在日常生活經濟上又有點壓力。那就想說，那如果我們去找工作或者是自己創業可以做些什麼？然後來就想到說，其實我們可以來開書店。那是因為我們那時候就是想象，其實書店它並不只是販賣紙本書而已，它可以做蠻多有趣的事情。然後，例如可以辦講座啊，可以辦一些體驗活動啊，那可以設計一些文化旅行、走小旅行啊。所以我們就想說，那其實書店它就是一個可以傳遞交流知識的平台。它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然後也剛好可以運用我們自己所學的一些專長跟專業，所以就想說，那不如我們就可以試着來開書店。對。你嘅天有當長時間嗎？想講正經愛嘅天講愛開書店。前後其實也想了1年半以上吧，就是快畢業的時候，我們就有開始，一開始只是有點就是開玩笑在討論。對，那後來就是講着講着就好像可以執行，所以就開始就好，那我們就是一步一步慢慢準備這樣。剛剛一開始想當然如何想加二塊體內，剛能用來討論。一開始當然還是想說就是在高雄，因為畢竟我自己是高雄人，然後孝行他基本上大學以後的生活也幾乎都是在高雄度過，然後當然也還有一些市場考量、人口啊等等的考量，所以一開始想說在高雄，然後我們都還蠻喜歡老房子的，所以他就想說因為孝行他大學是念樹德科大的建築古蹟維護系，然後所以他就想說可以問問看系上的老師有沒有知道高雄哪裡有一些老房子可以就是租的。那一開始我們是想說可以去找鹽埕那一帶的老房子，那後來他的老師就跟我們講說，你既然有想要留在自己的家鄉，那為什麼不直接回屏東？然後因為他自己本身有擔任一些文資委員的工作，所以他就說屏東現在就是就是他是原來的眷村，然後勝利新村，他就說那邊有一批房子就是陸陸續續在維修跟招租，那就要我們回去可以回到屏東問問看。對，是因為這樣的機緣就回屏東了。咁你一開始係進入係差不多3年前去請嘅理所，還喺韓國做，大概3、4年前，3、4年前，3、4年前。咁他嘅勝利新村係上到嘛嘅去，很多廢墟嘛。對，我們剛開始去的時候，基本上我們現在是在勝利路，青島街上，然後青島街跟中山路的，如果是他們剛好是垂直的，那以中山路為區分的話，就是中山路的另外一段有一些店家，截至目前為止，他們已經經營了將近6、7年以上，可能甚至有些比較久，將近9年了。那我們去的時候，就是除了那一區塊的店家之外，其實整個勝利新村，它的房屋的狀況其實
因为那个时候县府也没有经费，所以它的房屋修缮状况其实是相对比较差的，然后蛮多闲置的空屋。对可是现在就是后来就是中央他们有申请到中央的款项之后，就陆陆续续修建，然后所以现在整个园区是修了比较完整的状态。不过人家去的时间都还蛮脏好嘛，刚能用哪去偷工，刚刚能应该要开体内。我们那时候就是他会跟我们问说，就是我们可能会比较想看哪几间，那我们就是大概先询一下，觉得可能房屋状况会比较完整，或者是它整个院落形制是我们会比较喜欢的。然后假设例如就是1、2、3这3间，我们就可能他就会带我们去看1、2、3这3间。进去看了以后，我们后来会选定在现在的那个青岛街112号，是因为我们觉得它整个房屋的形制是相对完整的。然后因为眷村的房子有个很有趣的状况，就是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就住在里面的人们，他可能会因为自己生活上的需求，对房子会有做一些更动改变。那我们现在选的那一间是我们觉得它改变的比较少，它的房子就是内部的状况比较完整的一间，所以我们当时就选一间。因为我们那时候还有看到，就是有些院子可能它就是被改成有一点点那种罗马风格的院子对，蛮有趣的。不单的眷村嘛，平庸的。对，可是其实我们后来就是真的在进驻在里面之后，发现其实它就是不同时代的切片呈现出来的一个样貌，其实也都蛮有趣的。刚能用哪些相公给首长或长州嘛给听，嘿，政府给听哈。他那个时候就是会请大家提出就是规划书，那包含整修的这一块，然后当然就是所有这些企划书都要经过文资委员审查，因为这些房子都是有历史建筑的身份。那我们那个时候是想说，因为喜欢老房子，其实就是喜欢房子它原始的样貌。所以我们就是最低程度的装修，就基本上除了修一些结构的问题之外，然后就例如什么门窗好不好拉开关啊，然后颜色去做一些微调，但我们颜色基本上也是依照房子本来的颜色去调，我们可能比较符合现代美感的一些，例如它可能那一区的眷村，它就那个时期的眷村他们可能会选用苹果绿的这个漆。那我们就是可能把那个苹果绿的颜色稍微降低一点点，稍微就是明度降低一点，比较灰阶一点点的苹果绿。但基本上还是用它原来的色调去进行搭配。不过外国人想想都加它含黑断壁残垣的状况，要把它整修好。亚迪懂还没有多多嘛个困难。我们那个时候进驻的时候，因为一来是那个时候的县府经费蛮有限的，就是他们能够做到也是是结构处理结构问题，房子漏水啊，会不会有倾斜啊、坍塌这种的。那剩下细部装修基本上就是我们自己要去处理。然后我们基本上就除了我刚刚提到，就是尽量在不要破坏房子，或者是不要更动太多的这个原则下去做装修之外，还有其他大概就都是像我刚刚讲，可能功能性上面这个整修，所以虽然听起来好像不多，但其实这样整修下来的成本压力也是有。对，也还有用哪个分担啊？还大部分政府会出，还是能够差不多会出一道就是我除了那个主结构安全性的问题是政府那边出之外，然后剩下就是我们自己要去负担。对。然后我们那时候比较运气不好，是刚好就是例如，因为我们除了主屋之外，它还有一间侧屋。然后那个侧屋的屋顶，我们那时候就是想说，因为它侧屋屋顶也是会有一些漏水什么的问题，我们就想说就是，但我们去的时候它已经是铁皮屋顶啦，侧屋的屋顶已经是铁皮屋顶，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就自己换铁皮嘛。那运气不好，就是那时候屋顶一掀开就刚好台风季，所以就是屋顶掀开之后，它在那边风吹雨淋了一段时间，导致本来房屋状况可能没那么差的，就淋一淋晒一晒，它就是房屋状况又更差，所以在这部分我们就又花了更多的心思去处理一些壁癌啊什么的问题。因为屯呢一开始上的差几度，如果我本来想讲我长无，因为冇长高，唔第二度动用哪个情形？也第度规个账号花一久的时间。
因为后来就是还遇到县府就是修屋顶，然后因为屋顶就是我们的房子跟我们隔壁邻居的房子它是连在一起的，就是它是这种双拼型的日式房屋，所以变成我们修屋顶的时候的那个期间，其实前后从我们确定租到那间房子，一直到我们真的有办法开店，中间其实也过了1年多。哦，安 Q。哦，蛮久的。呵呵，甲林莎迄做嘛个，迄住家还迄伊妹迄块店诶。他现在就是一个就是算是画家的工作室。哦，对，就也是还蛮有名的一个画家，就是叫郑开祥。哦，对，但是跟我们同期进驻的啦。啊，你也伫动年人的时间来讲，甲你有想过啊？刚才能讲水路。前面的线喺无嘅路好，就嘛会长 Q 嘅嘛，我有安尼想嘛。中间当然多少会有一点就是动摇，可是就想说，既然都做下去了，就是想办法撑过去，把事情做好。做嘛你一天会拖路无嘅喏？真是呢，唔咩路方便啊，行李带进去路好诶。还没，安用懂没错。对，我们就那时候就是觉得不晓得，就觉得老房子它有它自己的故事，然后会比较有温度。所以一开始在找房子的时候，其实即便是现在，就是我们有时候可能跟朋友在讨论说，例如朋友想开工作室，或者是朋友想说就是他们想要换工作室的点，然后大家有一些合作的可能性，或者是就是有在讨论一些规划的时候，大家也是直觉想要找老房子去改。哦，系吼，因为给屋涨起来，米时就很无同样，吼，跟新的都很无同样。原来这个去购杂书店，假是看到的迄落物，没感觉因去，其实感觉讲输入无同样的吼。刚才相信呢，观众朋友一听我过上会提讲，甲因的屋个好唔简单咯吼，真好诶，甲经营3年人来，我很用力嘅情形，原来了一下听过来，请问考伊。头东呢，屯靠伊打做古公道呢，因呢土立书店做嘛要托萝卜嘅。观众朋友假使含钱去过因的书店，我过上会提供因的书店名我都嘛给冇含钱，参考伊解释咯。因的书店名系四本屋，个体片呢做嘛会按一个名诶。我们书店的这个店名，这个故事就是每次有人访问的时候，我们就是都会说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就是。一开始在想店名的时候，因为我们想说它尽量还是跟在地是有相关的，所以那当然屏东的旧名是阿沟嘛，阿沟城。那虽然这个阿沟它是平埔社的名字就是它是平埔族语去音译的，可是那时候我们一开始就想说阿沟书店、阿沟书屋，然后可是怎么念都觉得好像有点俗气的感觉。所以后来就想说，我查查看"沟"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好了。然后发现，虽然它是音译啊，然后发现"沟"这个字它是指缠在剑柄上面的线。对，然后就想说，因为我们其实一开始在想书店的 logo 的时候，然后我就跟帮我们设计 logo 的朋友讲说，我还蛮喜欢就是数学无限的那个倒八的那个符号。然后因为我就想说就是。我觉得知识跟文化它是无限的，它是一个源源不绝的状态。所以那时候就想说用这个下去放在 logo 去做 logo 的发想，然后也很巧就是无限的那个倒八的形状，它在织布的时候，如果就是筋断掉，因为尾是横的没关系嘛，可是你筋它是直的，它断掉了之后它没有办法接，就是它没有办法重新整，它断了就是断了。那处理断掉的筋呢，它的办法就是用一个叫做织工结的结去把2条断掉的筋接起来，那它就是可以变得很稳固。然后那个织工结它的结的形状，你仔细看其实也是一个8字形，所以我们就想说，那就是线，然后还有
这个资工节就是连接两端的概念，然后还有无线的这个概念。然后我们就想说，那干脆就是我们可以用联系这个概念去发想我们的店名，所以后来就想到说，可以用系这个字。然后后面书店的部分呢，就是刚好那时候就是跟我们一起想店名的朋友，因为他的日文还蛮好，他就跟我们说，日本，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是各种语言啊，就是闽南语也有想，客家话也有想，然后国语也有想，就是想说就是书店它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讲。然后我们那个朋友就想说，既然你们是在日治时期留下来的房子里面，你们要不要用日文的书店去取？所以就是后面的本屋就是其实从日文的烘雅来的。所以然后就是系本屋就是这样出来的。然后所以其实我看我们中文的书店名字是系本屋，可是英文的名字我们其实是取 Archive Books。对，它就是其实就是屏东的书店。那这个我们也有点偷学，就是高雄山语书店。因为高雄山语书店它的英文店名其实也是 Archive Books。对。其实你们在讨论那个书店名的过程当中，你感觉的出能听的去听你出能的书店会做嘛嘅嘢？好，那你有想？我们其实一开始就还蛮明确的，就是有划定，也不算划定目标，是我们还蛮明确的知道自己开书店之后，对想做的事情是什么。那想店名中间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就是想出这个系本屋就是这几个字的结构之后，其实中间还有就是系本屋、系册店、系书店什么之类的，就是最后选出3、4，反正就是团队内部选出3、4个名字，然后票数都差不多，就想说也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最后就是孝贤就想说就是人没有办法决定的事情就是去烦神明，所以我们就是这3、4个名字还拿到就是村庄里面的庙去跋杯去得请告所以其实这个名字是神明给我们的按神奇结果也个名的很真言路懂听配就后来就是也都这样一路顺顺的能听 V 后的本来陆地讲要做嘛嘅能的书店当中因为大家当然大间书店这个比如讲先嘛嘅书没有这个嘅想法很用的给听人的听 V 比如讲书要先嘛嘅书我们那时候在选书的时候，毕竟自己就是念客家文化这个专业，所以其实选书对我们来讲不会有太大的困难，就是社会科学人文类的书，我们那时候想就是我们一定会选，然后跟客家文化相关的书我们也会选。然后屏东市跟很多台湾地区的都市一样，它有一个还蛮有趣的现象，就是它是移民城市，就是它汇集了很多来自各个不同台湾岛内其他各个不同地方的移民然后所以它的族群性非常非常的丰富，有客家人，有闽南人有原住民甚至就是眷村这一块，它还有跟眷村比较不一样的大城人对，所以它族群文化非常丰富的情况下，我们在族群这一块的选书其实也是不会有太大的困难，因为我们能够选的书很多然后剩下的就是当然就是文学类的艺术音乐类的科普自然类的，然后还有就是因为自己有小孩，所以也选了一些就是可以亲子教养类的或者是小朋友的绘本，给大人小孩的绘本那在这样子的一个脉络下，我们就是尽量也都是选我们自己读过或者是我们觉得稍微翻过觉得还不错的书然后这样下去做选书就会能够关心的事情不过要他书店怕是不得强买书一定会做配的事情他能不单枪一屯logo不单枪喺书店的头家还会做咖啡屯甜点那还会做压的东西要不然没喺开书店一开始就想要做的因为我们一开始在开书店的时候，就我们常常开玩笑讲说，其实说坦白话，人3天不读书不会怎么样，可是不可能3天不吃饭所以我们一开始在开书店的时候就还蛮明确知道说，我们除了书店经营这一块之外，我们会复合餐饮，可是我们会希望说餐饮这一块我们是有融入自己的文化专长在里面，而不是很单纯就是提供一杯咖啡一杯茶这样子那
也很刚好，就是孝行他本来就还蛮喜欢煮饭哦。然后我自己就是在研究所的时候，就是也是做饮食文化相关的研究，所以这一块对我们来讲，其实还算上手速度还算蛮快。那当然最开始开店的时候，也有一些就是他就是真的是专业的厨师跟甜点师朋友来一起帮我们，就是草创时期，对对对，就是他来帮我们设计一些菜单啊，然后也蛮辛苦的，就是帮我们做了很多就是店里饮食的规划。那后来虽然就是因为各自的人生规划，他们就是大概1年多的时候，就是他们就离开我们团队了。那后来也陆陆续续就是有一些朋友来帮忙，然后可是也就还蛮感谢这些朋友，就是有他们前面的帮忙，然后我们也有做一些就是专业上的学习，就是在饮食这一块专业上的学习。所以其实现在我觉得我们还蛮幸运的，就是在技术上面有经济，在专业技术上面有经济之后，有办法就是加入我们自己的文化专场。所以现在店里面的咸食的部分，主要就是孝行去负责制作跟研发，然后甜食的部分就是我们自己，就是我来负责制作跟研发。那饮料的部分，除了就是自己家里也有就是一些渊源，就是我自己彭家这边的老台黑北埔其实北埔家就是在北埔就是茶厂。对，就是算小我自己的生命经验是很少回北埔啦，可是我等于从小就是爸爸在家里都会泡茶，然后也会教我一些跟茶有关的常识。对，然后咖啡这一块就是我们那时候决定要开店的时候有去特别去上课这样。一开始你有想我教你也个部分呢。不过你菜单的设计，你讲唔想我大家来，你哋做嘛个要食也个咖啡，囤也个茶。你菜单用来设计，要囤菜体有关哈，还有囤嘛个有关。我们一开始菜单设计就是尽量抓，刚开店的时候是抓一些我们自己比较熟悉的元素，所以就放了一些客家元素进去。那后面真的做的比较熟悉之后，就是就玩的蛮灵活的，就是例如像咖啡，我们那时候就是眷村里面的大姐们，就是有送我们他们自己做的甜酒酿，然后我们就是把这个甜酒酿放到咖啡里面，就设计了一款，而且我们还用那个送我们甜酒酿的大姐的名字去命名，就是所以我们出了一款熟联的甜酒酿拿铁。对，然后咸食的部分，像有一年我们自己晒那个脆布。我们自己晒脆布，然后就是有做了一缸起来放，所以我们就拿那个脆布去研发。因为其实我们那时候会这样想，是因为从我们在自己是研究生的时期，一直到我们开店，我们发现当代的客家文化有一个还蛮大的问题，就是很多传统文化的东西，其实年轻人就会觉得说啊，给很容易改东西，他们就觉得，就觉得就很无聊，或者是觉得就是给栋楼，就是他就觉得就是不喜欢，就是跟我无关，狗屎然后我们就想说，在这样他们已经有这样子的想法这个情况下，其实你要去跟他讲客家文化的东西是讲不通的，就他只会觉得你一直来跟我讲这个好烦哦，就是他不会跟你在一个同一个频率上。所以我们一开始在开店的时候就想说，我们可以试着就是用一些年轻人本来他在日常生活中就会接触到的东西，我们偷偷把客家文化放进去，让他就是不知不觉接触到之后，你可以他真的引发他的兴趣，你再回头跟他讲故事。对，那当然这个方法其实也是孝行之前在台北市客家经济会上班的时候学到的办法。就他们可能会设计一些舞台剧啊，会设计一些布偶剧啊之类的活动。那可是其实他背后讲的故事其实是客家的一些传统故事，或者是把一些客家文化元素放在很当代的东西里面。对。那回到就是刚刚我们讲我们饮食设计的部分，我们就是把那个脆布，他就是其实很多年轻人就听到腌制品，他就觉得说那老人家爱吃龙该洗的东西，那要洗走马干。可是我们就把它就是放在西餐元素里面，我们把它设计成咸派。就是用法式咸派的方式去做，就是做客家的东西偷渡进去。对，就做菜脯鸡丝咸派。然后我们朋友又有帮我们设计一个就是菜脯鸡丝炖饭，它是意式炖饭。
对，但是它就是菜脯鸡丝炖饭。那其实回馈都还蛮好，就大家都觉得很特别。那他一旦觉得特别，他就会想知道为什么我们会想要这样做，我们就可以趁机跟他讲背后的这个故事。佢有創意啊！我唔啲觀眾朋友我同愛傾樣望愛煙糖煙豚還有藍水哦，糖到落落皮的啦，糖到一度感覺佢好食嘅東西，表現我哋平常感覺佢時行佢時尚嘅東西地位，佢種佢價格多啊！唔但像安尼哦，伊能做很多事情嘅吼，還我奈如去接嗰度安尼哦吼，我哋等下還會繼續來請問考伊能都帶讓我有按多時間做按多事情，還可以能未來嘅規劃係乜嘅。我哋今日訪問到喺屏東市開土立書店嘅彭考儀，好多考儀分享嘅吼，能除了當然開書店會獻書啊，吼會賣書，唔過更加唔單止賣書，還會做甜點，還個飲料，融合到在地嘅文化，還個客家文化嘅，唔單止安尼哦，我哋順後啊又變像屏東本市，還個泰武鄉自家嘅一個刊物啊，吼，咩係唔能接幫你做嘅哦。对，因为我们其实除了就前面我提到，就是我们觉得書店是一個平台。那除了就是店本身之外，我们其实为了营运，当然就是有接一些研究案，或者是我们申請一些補助案。那刊物編輯這一塊，就是一開始是屏東本市是就是因緣際會，我們就是接到李明聰老師的邀請，然後去撰寫其中一塊的專欄是。它的專欄名稱是飲食記憶，然後我們就是雖然是寫飲食，但是其實我們寫的是跟這個飲食有關的背後的一些故事，還有一些文化脈絡。那例如我們第一期就是寫了跟客家有關，就屏東市那邊的北客，他們去種竹筍、採集竹筍，然後怎麼烹調竹筍的一些事情。哦，對，那當然就是還包含就是孝行可能一大清早可能4點多，他就是跟着竹筍農一起去挖竹筍哦，嘿哦，對對，就是用這樣的方式去做撰寫。那泰武鄉刊是我們做108年的台灣設計展的文化觀光館，我們去幫他們做選點跟一些文案撰寫部分的時候，然後因緣際會認識了泰武鄉公所的秘書，然後那個時候莊秘書就是詢問我們，因為我們那時候已經有幫忙寫屏東本市了，然後莊秘書就問我們說，有沒有意願試試看去做刊物，那是因為這樣子的機緣才開始做泰武鄉刊。能弄我有時間做啊？按磨汗的呢？是動磨汗，就是很有趣，但是真的就是也是蠻累的，就很多事情要想辦法塞在一定的時間內做完。對，就會很好做完那些事情啊，因為就是可以蠻靈活去運用自己的專長，這件事情其實對我們來講是一件蠻快樂的事情，然後也蠻有工作成就感的。那像泰武鄉刊的部分，其實一開始我們也是蠻戰戰兢兢的，想說總是一個機緣，你不接好像又有點可惜。可是因為畢竟台灣族文化對我們來講就像一個新世界。那的確就是目前做到現在，我們負責的是從他們的第4期開始，就是第4期、第5期，然後第6期，也即將出版了。然後，所以這整個過程，其實我們也覺得學到蠻多東西的，然後也一直在認識一個新的文化。那對我們來講，都是一個很大的收穫。咁等於講，你其實唔單止係開自家一啲書店喺屏東市，你還會引出去吼，引屯老輩接觸。屯老輩嘅東西咪帶轉人嘅書店，因為更加像土立書店啊，個除咗講人嘅現書嗰啲批，還個可能有多角化經營，第二嘅可能飲食咩東啲批，還有講就係書店本身，咩係嗰啲批嘅場域嚇，如果係一個空間會辦嗰度活動，會同老輩連結，我相信能辦嘅活動咩嗰啲批。其實活動。我們目前主要就是除了自己辦的講座之外，那當然也有就是人家來借場地辦的講座，或者是辦的一些新書發表會啊，或者是音樂活動。那當然這些活動基本上都是
我们会尽量希望它是有办法跟在地连结，或者是我们自己去发想一些有办法带来一些比较平常没办法接触到的知识，或者是比较特别的一些活动。例如我们其中一次就是申请的补助经费，然后我们去办了屏东市的族群饮食讲座，然后我们就邀请了就是各个跟屏东市族群有关的一些老师或研究者，然后去讲，例如因为屏东市很多就是其实有不少北部客家的族群，所以我们邀请到邱燕贵老师来帮我们就是讲解就是义民跟义民其实就是他们义民挑担奉饭会准备基酒，就我们用基酒去讲义民这件事情，然后有请到洪新南老师讲美浓的烟叶饭，因为他自己本身是做烟叶研究，就是讲介绍美浓烟叶文化之外，他也提到就是烟叶饭的这个饮食文化。对，那甚至还有一些就是澎湖的燕王里面的一些饮食脉络，对，就诸如此类的。然后音乐活动的部分呢，就是我们也有跟他其实是我们某一次的暑期小帮手，是我们客家文化研究所的学妹燕君。然后他那时候因为他自己本身有去申请一个青年音乐串流的计划，然后就来我们这边，除了当我们的小帮手之外，他也是就是借由就是转换地方，然后做在地的一些田野调查这个生活经验，他去创作自己的音乐。那最后他就是有其中一场的音乐发表，就是在我们书店这边办的，对，然后就会多年嘞，就还蛮有趣的。能像可以3年人感觉你做许多事情你们感觉迄屯屏东嘅可能核心没韩国接群，不过有几多外围以前唔比嘅事情有韩国了解嘅，你能用嚟观察呀3年人屏东市嘅文化能量有乜嘅转变，也算是一种。我们觉得其实近年来屏东的文化能量是一直陆续在累积的，然后当然就是地方政府跟民间互相的这个合作也蛮重要的。然后因为其实说是这几年来感觉好像成果比较热烈，但是就我们了解，在我们真的就是回到屏东，然后开始耕耘屏东之前10几20年，其实屏东爱乡协会一直很努力的在耕耘屏东。那甚至就是爱乡协会早期的成员，甚至包含了现在的大家长，就是潘孟安县长。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屏东目前有现在这样子的文化能量，并不是一朝一夕有办法达成的，而是很多人他们就是这么多年下来，一直持续努力的在耕耘。你当然几多好的一面接触到的，不过一定也有几难的部分。你敢不讲要3年人遇到真太困难的哪个？其实对我们来讲，就是比较困难的部分，当然还是就是店面营运的问题。因为其实我们大可就是不开店，然后就是专心去做我们这些有趣的研究案或者是企划案，但是我们会蛮坚持，就是希望能够维持着店面之外，当然就是除了我们认为就是因为有这间店，我们才有办法认识这么多不同的朋友，我们才有办法接触到这些有趣的活动或者是案子。就我们也希望能够真的借由这样子的一个据点去认识新的朋友，然后让在地或者是外地的一些朋友也有办法认识我们。那可是也因为这个据点，它必须花费很大的心力去维护跟经营，还有延续，所以事情就会变得比较多跟比较复杂。那包含就是从最小就是你店务的整理，因为其实我们店内加店外庭院的空间加起来也是有100多坪。然后目前基本上就是我跟孝贤还有我们一个伙伴于婷，3个人去维持这个店面，所以其实蛮辛苦的。然后就是大家能够想到或想不到的店里面的杂物啊，还有一些花花草草修剪啊什么，其实都蛮辛苦的。然后甚至就是我们一度院子还乱到就是有朋友很认真问我们说，你们是故意走这种自然奔放的风格吗？对，所以后来还好，就是有刚刚前面提到的淑莲姐来帮我们整理院子，对，就有好一些些。然后其他就是包含我们必须配合，因为现在整个胜利新村它县府规划成文创园区，
所以我们必须配合整个文创园区的一些年节啊，或者是节庆活动。然后还有就是从我们进驻到现在这3年间，其实整个园区也陆陆续续一直在整修，所以我们其实还蛮长一段时间历经，就是虽然我们在里面开店，但是外面看起来是工地的状态。对，可是这个也难免，因为他们就是陆陆续续在整修。对，所以这一路走来，算是在店面经营的部分，算是撑得比较辛苦一些啦。因为像外面在看起来像工地的状态，其实引入门引来。然后外地来的观光客，他可能就会想说，哦，还在进行工程中，那可能就是还没有办法进到人家店面，或者是还没有办法逛。这些多多少少都会影响到。咁能对未来有冇嘅规划？我们其实严格说起来，也没有特别去想说，2年内、3年内，或者是10年内要做什么。我们想的其实还蛮单纯的，就是我们认为我们过好现在的每一天。因为其实硬要讲未来规划的话，我们有一个目标是我们希望能够永续经营或者是永续发展。那可是这个永续经营、永续发展讲得很好听，有没有什么很明确的步骤可以去达到这个目标？那我们所想的其实就是那很简单，我们就是过好现在的每一天。因为我过好今天，我就有办法去面对明天，那我过好明天，我就有办法去面对后天。那这样子一步一步走下去，其实不知不觉我们就有办法达到我们希望的永续经营这一块。今天非常感谢寇怡同安的分享，按到经营土地书店嘅甘苦谈，非常感谢寇怡。感谢主持人，感谢台吉家，新闻台吉家。系啊，乡亲朋友有限啊，也做得起伊人呢。土地书店4本，有去看看、聊聊啊，去支持伊人哦。甲聊一下，俺两个评论欣赏，听下好好运通。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好好运动的时间了哦。能今日运动的吗？请放起来，同先生来通下运动的哦。今日先生要教大家的是热火有氧，请大家放起来，同先生通下运动哦。咱步步爱来做你的暖身哦，莫同手同脚的哦。数自然摆动就可以了哦。大可乐，它烘了。Don't with my love. I told her she knows. Take aim and reload. I don't wanna know that face. Don't with my love. 就那不爱送，哈？剪条。Don't with my love. 两松哦，两扎一下。两松的身体。好夹嘅。สุดยังไงครับตาเขาเลยแล้วแข็งดูสวยสูงเลย咯สวยอยากกิน咯好慢พูดยังไง
野味来， Don't with my 扭腰哦，从那野味暖起来哦。I met this girl late last year. She said, don't you worry about disappearing. I told her I'm not really looking for another mistake. I called an old friend thinking that the trouble would wait. But then I jumped right in a week later returned. I reckon she was only looking for a love to burn. 古来一用脚趾条， And I put it on first until the moment was right. I went away for time. 西耶老西耶，弯片， Looking for a friend. Maybe you could swing by my room around 10. Maybe bring a lemon and a bottle of gin. We'll be in between the sheets till 8 a.m. 好粗，臀腳陣陣啦。好弯片，左右来踏并踏并，用送嘅身體，佢跳好嚟。 太好嚟，蘇打佢嚟，黑哭嚟， With my love, that heart is so cold, all over my own. I don't wanna know that, babe. Don't with my love, 好唔好嘛？ she knows. Say, hey, 接下來動作睇詩啦， know that, babe. Don't with my 左右睇詩哦。加上音樂，蘇佢打， don't 冇同樣嘅蘇哦，冇同蘇同腳哦。談論先生同下做，看成蘇嘅麼？啊，更加 I met this girl 蘇長。 she said, don't you worry about disappearing. I told her I'm not really looking for another mistake. I called an old friend thinking that the trouble would wait. But then I jumped right in a week later returned. I reckon she was only looking for a 佢 love 哈 to burn. But I gave my time. 夾個球絲嚟看先。 Put it on first until the moment was right. I went away for time till I fast forward the game. 好，寫來，一、二、三、四萬天，一、二、三、四萬天來，一、二、三、四，好，繼續，緩和一下， Don't with my love, 就下來喲，看下動作哦，一、打， with my love. 臀嘅腳，然後嚟，另外一隻手來打。 好不好嗎？好，夾嘅啦， Don't with my 打唔動拍，唔係佢打腳切條，好，可以人打你腳，還能從台式開始哦，是可能性哦，夾鬆牙喲，一、二、三、四萬天。 打腳，再一百，一、二、三、四，打腳，好壞哈，起起，跳起，起起，跳起，好，好腳。 請讓我哋好多腳空嚟，耶穌，好，加上破胸，把它變4個面哦，轉一圈哦，
完片，再摆来，完片来，抬猫，完扑，安全球开始哦。打松树，抬膝，完片来，1、2、3、4，搞弯脚，再100、2、3、4。大腳，小腳，轉拳，加擴胸哦，彎片。OK。跳起，繼續難度哦，冇馬上停下來喲，按照形狀的負荷不了哦。來，5、完片1、2、3、4，完片1、2、3、4，弓箭步來，從你腳綁上來哦。跳背腳伸出來哦，下可以再下去，好腳腳，好記得你背囊咧伸出來哦，從你咧做咁樣嘅，可能先可以辦到數嘛。好完片哦，弓箭步，記得你腳伸出咯。可以再下去，跳腳，更長嘅背囊伸出來嘛。慢慢地鼓來，然後按照最擺落來哦，是咯，左右踏點加速，好，抬起來，完片，打腳。後勾腳，跳腳，完片來。好，嘻嘻。今日通州好玩嗎？好玩哈，是可以穿的哈。下次能來了哦。